新傳媒劇別的958城市頻道，現在係由登明報告新聞。國立大學醫學組織嘅居家病房服務宣布，將擴大服務範圍，俾更多西部社區同指定療養院嘅病患受益。國大醫學組織話，計劃自舊年擴大之後，截至今年8月，共有大約200個病患在擴大之後嘅社區轉介網絡下加入計劃。佢哋主要係患上肺炎、尿道感染、蜂窩組織炎等病況，或者行動不便嘅年長病患。計劃如今亦擴大到手術之後同接受器官移植之後，或者係病重嘅療養院住戶等一啲病情比較複雜嘅病患。從呢個月15號起，本地主要銀行將對數碼交易實施新嘅安全措施，以進一步保障客戶免受詐騙風險。在新措施下，銀行賬戶餘額在5萬蚊或者以上嘅用戶，如果在24小時內轉出超過一半嘅金額，銀行可能暫緩或者拒絕所有交易。新措施適用於星展銀行、華僑銀行、大華銀行、花旗銀行、匯豐銀行、馬來亞銀行同渣打銀行嘅支票同儲蓄賬戶，包括聯名戶頭。非數碼銀行交易，比如從銀行分行同提款機提取現金，則不受影響。地鐵東西線丹拿美拉站同四美站將在11月29號到12月8號暫停服務10日，以進行第2階段軌道連接工程，同時連接丹拿美拉地鐵站嘅新月台。估計大約18萬個搭客將受到影響。期間，當局將提供2條接駁巴士路線，分別往返麥樂站同但賓尼站，以及往返麥樂站同博覽站。到時，但賓尼站同巴西納站、巴野利巴站同麥樂站、博覽站同樟宜機場站之間嘅列車服務發車率亦將減低。政府繼續打擊非法載客活動。自今年7月以來，當局已經扣押102趟提供非法跨境同點對點服務嘅車輛。交通部高級政務部長孫雪玲話，當局前日在全島展開行動，就扣押咗10趟涉及非法跨境接載同點對點載客服務嘅車輛。海軍在宜豐事隔2年之後再次重返宜豐城，呢係海軍第9次舉行海軍在宜豐展覽。1連4日嘅活動將結合岸上互動展覽同海上參觀項目，向公眾展示海軍在守護新加坡海上生命線方面嘅重要角色。新聞報告完啦。